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时间经到，请别烦心来做礼拜。这是请咱安静心来默祷。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的所做，着向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着求耶和华甲伊的权能，常常找见伊的面。这是咱请赞美团带咱来阿罗上帝。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颂赞他的名，因他的圣名，我们来敬拜。我们可以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来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再一次，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是主，恳求圣灵
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就是我们那唯一的真神。主你，我们要因着你的圣名来敬拜你，我们要因着你的圣名跪在你的面前，来苦苦的仰望你。主啊，求主你也差派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不懂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没有贴近到主你的心意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来亲近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地。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地。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们持续站立。这时，请咱永远徛伫，咱用信仰的告别新的界面，咱大家来告别咱的信仰。来，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界，实亲像讲，
伊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正调家是愿律法甲身体的总拳头。其实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请同心十个来祈祷。听台，阮的阿爸爸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你保守阮伫7日的头一日，互过来到圣殿来敬拜主你，主满心感谢主你。主伫过去日子当中，检采阮拄着恶担当的代志，无论伫身躯，也伫精神，也伫信仰顶面。主我一边伫你面头前恳求主你，用你大大的疼痛。用你的保护来洗清阮一切的过失。伫这疫情还未完全结束进前，阮的真侪兄弟身躯拄着恶担当、肉体衰弱的，主求你特别安慰照顾因，来保守伊。阮特别将蔡心怡伫顶老娘交伫你的手中，愿上你特别照顾因、看顾因。阮知上帝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有能力的神，你要伫沙漠中。来开道路，来开江河，伫旷野中来开道路，因为一切拢是主你所掌管的。阮只有甲仰望伫主你，愿主你亲手来带领、甲保守。今日也是3日的主日，我们搁一遍恳求圣灵降临伫阮中间，降临伫每一个内底，会通开阮的目睭，拍开阮的耳孔，来听上帝你的声，将做圣灵，互来清洁阮的心，互过一个有充满、有信心的生活。来复兴阮的教会，愿上帝帮助阮。阮将今日的智慧为头到尾，将中紧紧放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来引带。咱伫你面头前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这时咱们请圣歌队来咱阿罗上帝。
这是咱要恭守上帝话，记载伫个旧约民数记十章16节到17节，民数记十章到16节到17节，民数记16章第10章第16节，安尼讲，耶和华对摩西讲：你着组织以色列的长老70人来我遮，就是你所在做百姓的长老甲官长的。带因到会幕，互因甲你徛伫遐。17节，我要降临伫遐，甲你讲话，也要将降落伫你顶面的神，也降落伫因，因就甲你三甲担当百姓的担，免得你家己担当。咱今日要请蔡长老来咱讲道，伊的题目是圣灵降临的神师，圣灵降临的神师。那大家来祈祷，万主前感谢你，阮伫圣节中间，咱出席伫圣殿中间，来仰望主你之爱，来亲近主你。主求你圣神降上个地地，恳求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求你让每个人的心，在神的面前。得到主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大家平安，请你赶紧来出面隔壁，请感谢平安，用心讲清安用心用心平安今天你们有没有觉得圣歌队好像唱得比较好听？有没有？今天有我们的以前的指挥来参加我们的圣歌队评清拍个手。我们的贝如很好嘞，贝如已经他的圣歌队用2个当指挥，一个就是很老的指挥，叫做蔡崇义，第二个叫王品清，真的很棒。我们也看到从屏东千里迢迢驾临到我们中兴教会的姚崇雄长老其实说真的我已经2个礼拜没有上讲台了，没有看到杨长老，就觉得好像有缺少什么的感觉。还有看到林牧师林牧师还接个领带很漂亮的，我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很多人到我们的圣殿里面的敬拜，拢是足水的。尤其上个礼拜青年主日，说真的我好感动。我好像每个礼拜就是青年主日。我们看到很多的青年，他们不但诗歌的奉献，他们以神为中心的侍奉，上水的这样代志。那块的敬会，你看几年来的漂泊，多少人的竞争，靠着上帝，他能得胜，但是也是他们爸爸妈妈不要他了，把他赶到高雄去了你就忍耐一点，神祝福在他身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一样。其实圣神降临，这本来咱是讲圣神，本来是上个月的讲道是圣灵降临节的省思这个拜刚得个刷一个礼拜嘛，所以讲圣灵降临节的节给取掉，圣灵降临的省思，因为今天不是圣神降临节，是顶礼拜的圣神降临节。我们就是讲过上次圣灵的讲道，圣灵的充满，不管是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感动，但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圣灵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最重要是圣神一定在在中间。咱尊叹你，圣灵是一个教诲师，他来教导我们，他来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所一言一行，我们靠着圣灵而行。所以降临的审视里面，我就突然，这个用那个交响乐，这不是我独创的因为有一次我去浏览那 YouTube 网站，看到一个牧师在讲道，他说他用三位一体，他用奏鸣曲。圣子、圣父、圣灵3个人就三位一体，那就想到我大学时代。我大学时代那时候还比较有程度一点点所以我那时候对交响乐、古典音乐我还蛮有兴趣的。那我就接到，因为当时我去台省交的时候，他们当时在练习这个马勒的交响曲。马勒生平做了第4首交响曲的时候，他死掉；做第9首交响曲的时候，他做完之后。一般的话，都会作曲者指挥过一次以后，再修改以后才正式推行。但是他因为他做完这个第9交响曲之后，他就过世了，所以他是完全没有经过指挥家自己指挥过那个乐团就正式演奏。结果
大家非常的震惊。但是古典乐，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哈。我们那个时代，不管是巴哈啦，不管是那个莫扎特，不管是贝多芬等等的，都是非常有名。其实马勒的作曲非常的有名。那么他就记一个有3个地方啦，其中6月18号是在国家音乐厅，因为当时我有促成他跟政府的做一些合作。他一直跟我讲说，他要寄2张的贵宾卡来，贵宾票来，因为坐最中间的哈，那个贵宾票，那第一期大概都是贵宾票，最起码1张1500，我就回去问我太太说，我们要不要去看，要不要去听？我太太说，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2个是台劳，付出钱的台劳通常都会收钱哈，我们是付钱哈，因为我们的那个小宝。他们现在大宝都会礼拜天带出去玩，小宝就会带给我们礼拜6跟礼拜天。其实我们蛮珍惜的，因为我们2个宝贝当初有来上主日学，那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经常还跟他跟我讲说跟我上主日学好快乐。可是他们家现在非常严厉禁止，连带到教会来都不行，所以我们只能够带小的来，我们也慢慢的要给他培养一些宗教的教育，但是我不否认，心理上我们希望给他充满着爱，所以我们礼拜6、礼拜天我们都会带他。所以今天下午我有跟严长老说对不起，然后我们的长执会我没有参加，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如果你们觉得讲到不对的话，在那里才可以讲话，比如说我在场你们不敢讲话。第二个，我们所有的长执会，所有的，我发现我们这个教会是真的初代教会。每个人各司其职，做一件的事情。交响乐，我在抄那个启示录，今天我拿来了，我挣扎了2个礼拜我才拿来，因为我告诉你们，字不要像我们的那个慧玲那么漂亮，只要你用心写就对了。可是我就觉得那个很丑我都看到最后一页，我刚从台东回来，我每天一定要写的，东回来很丑。2个礼拜，贵先说没关系，就交了啦。反正你用心，上帝知道你用心。然后之后我就听到国一长老夫妻就跟我讲你不是告诉人家说字丑没关系吧，用心就好啊？对啊，所以我今天就带来了，但是我那个圣经还是留着，因为我在想说，搞不好我会再重抄一次，我不知道。但是每个礼拜来，或者说有时候看他们在那边抄圣经，我很感动。圣经就是一张交响曲，就像我在抄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像在天堂的敬拜，在那圣城新的圣城耶路撒冷，然后我们看到所有的24个长老的跪拜，我们看到四佛的敬拜，我们看到所有的得救的这些基督徒们每天唱歌敬拜，在那种美丽的地方，每天过着很快乐的日子，吃生命的果子，喝生命的流水，多美的日子！什么时候会到？不知道。也许很快，也许我们今天在讲到的时候就到了，一定高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教会我的感觉说越来越甜美越好今天我看到圣德兄第一句话问他什么？圣德兄我第一句跟你问啥？你看你先生对你多好！我这一对一对的，当初谢长老的时候，我还问他是谢长老你某嘞？点标，所以我觉得好美的一个教会，连从屏东都会赶回来我们这里做礼拜真的很不错嘞但相对的上个礼拜，现在在做见证的时候，我在想到说，我们当时也是一样，马勒的第9号交响曲就有4个乐章，它4个部分前面是一个平板，就像我们一样，在这平板的时候，就像我在中兴大学念法商学院的时候，我是你的学长老学长，只是我毕业你还没有进去就对。我在念中兴大学的时候，我们大一的时候，我的主业是布道团，副业才是念书。所以那时候大学4年开设3间教会，不是我开设的，然后是对吉安因阿姑开设的3间教会，现在都还在就是那个联合教会，现在又换地点了。那时候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在教会里面。当时我来台北念书，我就回来中兴教会。第2年，我来中兴教会里面，其实我在准备司法官特考。为什么我说我对敬畏特别有感觉？因为真的是考试在准备很难呢，好累。可是我又不喜欢人家知道我白天是在土地那工作，那睡一下，晚上教育活动，任何活动都参加，礼拜6、礼拜天全部都在教会。其实我念书没有人知道
等我考上的时候，还是人家告诉我你考上了。我说我不相信我会考上。那一届我们有增加录取，有增加了36名，所以我们有增加录取，我有考上，我都不相信我考上，我就是这样练完就去考，就考上了。因为我如果考不上，我就要被赶回去。所以这一辈子，自从我就发觉到说，整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我们的协奏曲、奏鸣曲、协奏曲跟交响曲，整个上帝组成我们的人生，都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贵宾啊，他会寄2张贵宾票来，那你确定不看哦？还带小孩啊？那我带别人去看哦。上帝的演奏曲里面，它有分成3个部分，一个给我们一个奏鸣曲。很多牧师喜欢用这种奏鸣曲，因为奏鸣曲本来是独奏的，最后成为3个哦，就是一个小提琴、中提琴、中提琴，然后大提琴。我们所谓的大提琴不是我们那个好大的，那是 double bass 哈的大提琴，所谓的大提琴是 cello 哈，这大提琴3个组成一个声部，然后再加上一些配乐，所以就像圣子、圣父、圣灵，他们这种比喻，我觉得非常的美。那么上帝的奏鸣曲里面，我们有看到有协奏曲，之后最后是交响曲，我们已经到交响曲的时代，救赎的一个奏鸣曲。我们知道奏鸣曲通常分成3个部分啊，呈示部，然后展开部跟再现部，这是奏鸣曲啊。今天我不讲，因为我不太懂，等一下你们问品清好了啊，这个我也不太懂。但相对的，我们本身上帝给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在创造天地的是什么？地是渊面黑暗，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天管，上帝的灵运行在上面。上帝的话说，上帝说，所以有上帝的话，我们有圣灵，我们有上帝，所以创造的时候是3位一体一起创造。那时候上帝的救赎计划，我们就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就会问第一个问题：这救赎的恩典里面有3部曲，第1部曲是什么？是呈现部，他创造了呈现这个大地，他首先创造这些万物啊，最后一天创造人啊，之后叫我们休息。现在我们真耶稣教会跟拿撒勒人教会还是礼拜6哦，他们还是礼拜6是守安息日，他们守主日。那之后呢，我们就展开了，上帝就。因为人的悖逆，就展开那个救赎的计划。那之后，救赎的计划，所以说救赎完成之后，他升天了以后，那么他圣灵再临，那就是一个圣灵再临之后，我们所谓的再现部。那这些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3位一体。可是有一个问题，在呈现部里面，世界的创造，上帝创造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上帝啊！你创造人类为什么不创造那种都最美的，都没有不好的思想，都不会被引诱，一片的和谐，什么都是好的，上面都是好的，上帝讲叫你创造都上好的，上帝做得到吗？当然做得到啊！上帝只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白痴以后，我们就不会吵架啊。叫上帝他们敢创造大家拢变白痴，拢没有想什么工课，都逐日敢若想要食物件尔，敢若像动物相共，敢若去做讨食尔，拢袂冤家，毋是冤家是为了食物件到冤家。上帝给人家有思想，上帝上帝将那气吹在人的身上，上帝教育形象做人，上帝照他的形象造人，上帝要将人造得跟上帝一样，所以让他有思想。有时候想一想，说上帝真的要这样吗？如果你让我们没有思想的话，你看我们夫妻也不会吵架，我们整个家庭，每个都结婚啊、生子，你看那些动物都生了一大堆，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想吃啊，吃完以后就睡觉，睡觉以后就吃啊，甚至是住在大通铺，那个原始民族住大通铺，那生活不是很好吗？各位想想看，小时候简单的玩具就是很快乐嘛，现在。你看，我们结婚要考个试，考了好几年呢，累不累啊？现在不觉得累，但是真的很累，练书真的很累。我当初都练到半夜2、3点呢，很少人知道，我真的是都练到半夜。你不要以为我的头脑很好，其实我也很笨，我就苦练苦读。可是到教会没有人知道啊。但相对的，上帝为什么多此一举呢？上帝为什么不把人类造的？不要造蛇嘛，不要造撒旦。上帝那个撒旦是天使嘛？就叫天使造的天使里面都没有思想，每个都只有服从上帝。
你觉得我们如果今天来做礼拜，每个人就只有长老讲话算数，长老讲1，你们就全部1讲2，大家都走2，你觉得是这样教会吗？我们人类在发达的时候，就是有上帝的思想，上帝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上帝当初创造人类。那么亚当，上帝跟先祖有立约啊。如果我们看到何西阿书，就知道说，上帝其实跟亚当夏娃有立约，说我跟你立约，这些东西都可以给你吃，这些园给你管理，唯独一件事情，有一棵树是生命树，有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树你不能吃，吃了会死。怎么可能？上帝来暗兜。绝对上好吃，得不到东西最甜呢。小时候去偷摘那个妈巴辣有没有？我相信很多，我看在座足多啦。许爸爸那边笑啦，你绝对细汉拢去人偷班巴辣过啦。小时候偷班的物件特别甜呢。现在怎么去买的那个巴辣那么泰国巴辣大粒哦，不会觉得好吃。小时候那个偷巴辣细啊粒啊瘦死哦，足好吃的呢。细汉偷我们干妈咪嘛足好吃的，那细汉若无去人偷迄个山啊吼，带会甲带等。迄路树看迄个山啊落落来袂好，迄个落落来山啊特别好吃。迄阵食山啊无人讲真诶切切的，咱食迄个规饼的，爱文拢食规饼的。以前吃芒果是哎呀那个一直挤，把它那个整个压汁啊，那个用一个小口。吸那个汁一个土芒果可以吃1天呢，嘿，那个才叫做甜呢。现在芒果有什么好甜？我们人类就是不满足最大的注意就是心欲求不满，你不满足我们就是因为不满足，但是所以相对的，我们上帝跟你立约，我们的第二个问题，那么一个人犯罪，夏娃犯罪，引诱亚当。那为什么这个罪会轮到我们？就像我爸爸妈妈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会轮到我们？这上帝公平吗？那相对我也问各位一个问题，所以相对的，为什么我们犯罪？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为什么我们犯的罪是他来替我们担当呢？无冤无仇如果用当时的眼光来看，耶稣跟我们是完全不认识的人呢。在座看过耶稣的，请你举手。你不要，你真的举手，当然你可能是在异梦中、异象中看过耶稣。那在座我相信每个人真的跟耶稣接触过的没有，可是他为我们而舍命那不是好笨吗？你说上帝一个人的犯罪连累到我们，那为什么我们的罪要靠耶稣基督来救赎？凭什么？凭什么因信我们就可以称义？因为相信那个称罪义呀。凭什么？比如说想想我们在服事，凭什么？最近我觉得很大的亏欠，因为我觉得在这20几年来的牧会跑了好多教会，这个教会都会觉得增长很多，就像去大观教会，我才想到那个历史。在大观教会的时候，在之前有王南杰牧师来找我到西安教会，有林宪斌牧师找我到天桥教会，而我有去西安教会，那个水准真的很高的教会，里面都是水准很高，就像那个王南杰牧师讲的，最尊就管呢。可是最后选择去，也没有到天桥教会，去大光教会。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到大光教会，所以我现在一直深信说圣灵会引导你在走这些路。突然蔡牧师找8个青年来我们家，说希望我们去那边帮忙。如果各位有空去大光教会看看，那是在一个菜市场的后面，那里根本不可能教会都很难生存的教会，现在大概有1000个以上。我去大光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才100多个大家都，因为我刚从新生教会回来，新教已经400个，所以他们都认为说蔡崇义很有办法，怎么样让教会弄得更大。所以他们在找的时候，我就真的到大观教会的时候，真的心里那时候是真的是还蛮年轻的，想说这个教会赶快把它分起来。所以那里面的音响，最后把教会后面的那个主日学的空地都全部拉出去，教会建400个人可以聚会的地方。
人家说笑诶，那有可怜，那到100个，像咱这安尼个起一个会当400个，只要一想都是我付，而且那个青年告诉他们，你的朋友里面去喝咖啡，先跟他熟，我付钱，开始分小组，所有的东西，我真的很感谢我太太，完全不计较，准备了好多东西，然后在我们家做门徒训练。就像我们现在说三宝团契在做门徒训练一样，那时候是8个人就在我们家门徒训练到以后变成好多人。桂香每天都煮晚餐给他们出来煮宵夜，而且都是买最好的东西。可是我们花了很多钱，一点都觉得不心疼。为什么？真的是看教会在增长，到400个我们离开。那我们所看到的主耶稣基督更是为我们而舍命，一个神的身份，为了这些不孝的人、有罪恶的人而舍命。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上帝从亚当夏娃出去的时候，就用羔羊的皮替他们披上。我在抄启示录的时候，经常抄到羔羊的血，羔羊的，每次到我心就痛。这是救赎的一个计划开始是什么？上帝用羔羊的皮耶。以前告诉我们说，这个救赎计划从羔羊开始。他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用挂出爱甸龙的时候，用啥？用羊羔的皮，羊羔甲杀好死，啊，摕羊羔的皮盖，互因做衫穿，遮掩他们的羞耻。咱看咧，我认为罪恶满盈诶，无遐大的时阵，大家哪讲你去山顶坐船，大人讲头壳叫阿达，你个想看覓山顶咧坐船，迄无足寒的吼，船那么到海边坐的。我去南屿看那个南屿，不是坐那个独木舟有没有？一定是在海边。那有时候南屿跑到那个最高的山上去造船的，那坐船，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找了半天就是没有人相信。可是，在我们都是挪亚是个救赎，尤其挪亚出来之后有那个彩虹，跟人类约定不再灭人类。可是不再灭人类，不是说把你们宠坏哦，你们可以做坏事了，而是说有一天主会再来。我不再灭你们，可是我再来的时候，那个不叫做灭，那个就是审判，活人跟死人都受到审判。所以我们看到挪亚的时候，那个方舟里面，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去看他的记载里面，看到他不是说水退了，他们就可以下船呢。水退了吼，不是水落船呢，水退了，还去叫迄乌鸦，叫迄粉鸟去加看卖，加手啊，等看卖，看是不是转退啊？退了吼，你们想想看，40昼夜拢浸伫水吼，浸几百日的水，你个想看卖土边安怎？6个麦啊呢？就像上帝主耶稣救赎我们以后，我们罪得赦。其实我们都陷在什么？陷在泥沼啊！那他们的国麦啊！最近我还在思考我自己是不是应该多花些心思在教会上。这一辈子大概我花最少的心在教会，就在这一次的中间教会，因为今天实在好忙。那天我自己觉得说，我干嘛这么忙？我100多件接了100多件案子，可是有人接了14件，是我的1/10。领的薪水一样，司机、秘书都一模一样。我真的要这样吗？为了什么？不是面子啊，只是觉得说基督徒，因为以前在监察给人家印象很坏，要做一个见证。可是这样的话，相对我教会的事工是减少我几乎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全心在教会，一边看小孩，一边看小孩，大部分都是我太太一边就全部准备道理。那平常的时间找时间做。我们是陷入在泥沼我们不是说主耶稣救赎我们以后啊，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的，没有，我们是陷入在泥沼之中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在那个救恩的计划开始在展开的时候，我们的救恩计划展开是什么？上帝用主耶稣，然后主耶稣3日又复活以后有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以后，我们开始有传道，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一个奏鸣曲的3部曲，不管是那个呈现部，不管是在线部，我们现在是在线部的时代的后期，圣灵降临。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圣灵降临给我们的损失是什么？圣灵降临是我们必得着能力，很重要我们必得着能力，而且做什么？做见证。
到那里做见证，到各地方哎，不要小看我们的关爱据点。我发觉它是一个最好做见证的地方。我们听说那个封闭班之后还有读书会，那在无形之中已经是传福音很好的地方。因为封闭班哦，那了拢读册会哦，非常好，非常美。迄比你听100遍的讲道更好。你伫咧读册时，真正相信上帝话。第二，传扬的协奏曲，时间关系可能我会讲较紧的。这协奏曲是安怎呢？这是较少部，较少一个声部的独唱。迄阵有本来找70个安尼处理，结果这70个中间吼，上帝根本无够啊！叫人搁等10日多等啥？等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了后，都有迄个彼得。甲约翰开始出来传道理，甚至咱有看到讲有碰到一个那个切脚的摆开，去施舍讲金面我拢无，独互拉撒勒人耶稣的名，互你起来行。这种事迹一再上演啊，我们就看到的。那圣灵降临之后，有120个人在马可楼祷告。圣灵降临以后，有3000个人受洗。多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一个审视，那圣灵降临后，为什么不直接降临在使徒跟那些门徒身上？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呢？有时候可以都随派圣行来，圣灵立刻降临就好啊！为什么要好像都折腾了一番的程序？可是想一想，在天上大概只有1秒钟而已啦。为了他要让我们知道说，每一件事情的程序一步一步来，都是容神一人。圣行降临的时候，因为门徒对神的国一知半解，耶稣自己教导的门徒3年多，我们有人说3年，有人说3年半，3年多是一知半解呢。你看最后是什么？是跟人讲说，如果你做王，我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呢。还以为耶稣要做王呢。耶稣是不是做王？是真的做王，和那个王跟你想象的王不一样的王嘛？那不是推翻罗马政府的王。那门徒里面，耶稣受定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情？本来3天复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被钉十字架是为世人而死，3天我就复活。门徒做什么事情？紧走哦，只有一个比较有胆的，较红声是彼得比较红声，较红声，佮都要逃队。你不是该做伙？不，你该做伙啦，不是啦，无啦，我唔捌你啦。3次不认主，到假体3次才认主。我们也一样呢，我们今天不认主我们笑说我搞不大，四处逃走。我们也会四处逃走，搞不好我们走得比他更快。我们不是逃走，我们开被主的车赶快走。那我们在耶稣的复活以后，你要做什么？他40天里面做的都是教导的工作，尤其那个伊玛乌斯的路上，伊玛乌斯的路上，你看他还跟他们解经他们还认不出耶稣彼得在捉鱼的时候还认不出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形体整个都改变了。那所以耶稣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那么耶稣这整个的历练，他告诉他们要静心祷告。为什么？全部在马可楼做什么事情？祷告。有没有做别的事情？没有啊。耶稣有没有立刻叫传教？没有啊。安静等候祷告，10天的祷告，圣灵降临。所以圣灵降临以后那坚定他们的信心之后，他们就得着能力，开始出去传教。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们很清楚的说，我们要反省是今日我们有没有这样做？你有没有感觉圣灵有降临在你身上？其实我上个礼拜在看青年主日的时候，我觉得圣灵真的降临在我们身上。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我们真的要开始起来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告诉我们什么？那个摩西自己累得要死，圣灵充满在他身上，他很有能力。可累得要死，耶特了他的因丢人，讲你唔通安尼啦，你会溺死啦，你会找我人啦，这个人有能力的，管100个，管1000个啦。所以上帝就跟摩西来，你找他们到会幕前来，叫他们站在会幕前面。然后我的圣灵在你身上的能力，你的圣灵里面，我要分灵。其实原文不叫分灵原文只是说上帝的灵也降临在他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由上帝的灵所降临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什么？所以彼得跟约翰，彼得可以说金银我拢无，奉主要说，奉拿撒勒人主要说的名，互你起来行，他有能力但是前提是什么？奉主耶稣的名。
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选了7个执事，专门来管理这代志。这7个执事的时阵哦，那其实不是干管理家而已，其实他们是真的负传道的工作。你看腓力就真的负传道的工作。司提反还因为传道被用石头打死，其中保管衣服的还叫保罗，叫扫罗保罗。所以这些人呢，我们要知道为主工作的时候，并不见得快乐，而且是辛苦的。我们所看到的要得着能力，就像再来端午节了嘛。端午节最重要是什么？划龙舟。划龙舟一些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同心协力才能够去划龙舟，才能够建立教育。所以最后一个是绚丽的交响乐。我一直很喜欢交响乐，因为它是各声不有。尤其我很喜欢贝多芬的第9交响乐，还有合唱。交响乐第一次有人声合唱是贝多芬的交响乐，那个合唱是我们把它称为快乐颂。其实快乐颂本来就是有另外一个人所做的，那把它纳进来做快乐颂，很美耶。你去唱贝多芬的交响乐，你去唱那个到快乐颂的时候，从在那边等，抱着一本谱在那边等到唱快乐颂的时候，你前面的等待都觉得值得，好美的快乐颂。而且快乐颂的到中间还有那个巴里顿的solo出来，一个声音出来，你们就整个呼下来都觉得好美，就像在唱弥赛亚一样，这都是很美的。保罗先生4次的传道旅行就做什么？就是绚丽的交响乐呀。我们要成为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职分，这个教会每个人都很重要。最后我们讲一次，跟隔壁的人讲，你最重要。你不要跟人家讲，随便讲一讲呢。你真的是最重要。每个人上帝面前都是最重要。蔡崇义不重要，你们都是最重要的人。你们都是上帝最重要的一份子。你想想看，我们主灵打鼓，你们会觉得唱歌起来很有声音。主灵很重要，不要忘记。你有没有最重要？你点头有用。你有没有最重要？哎呦，我们真的每个都很重要。在上帝面前，那剩下以后我们做什么？我只讲一件事情，我们要口音一致啊。本来咱的口音拢相同的，结果因为我们希望跟上帝比大小，做了一个巴贝塔，越盖越高啊，上帝就混乱口音。可是圣灵降临以后，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我们要口音一致啊。用诗歌、颂词、联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赞美主。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口音拢相同，俄罗上帝、感谢主、俄罗主，他有什么口音？咱基本上有人开始在解读这个，咱来讲方言。方言我们也不知道方言，其实方言是那时候是讲的话是要给各地方的乡土的人、不同的地方来的人都听得懂。那现在没有问题嘛？尤其现在我们的 AI 这么发达我不管你讲什么语我只要按 AI 我都听得懂你讲什么。所以那个方言大家慢慢训练什么，跟他挤音的，稍微想一想而且可以说停就停。我本来问他说，你讲那个方言，如果那个方言我都听不懂的话，那个方言有意义吗？只表示说你很属灵而已啊，他真的很属灵吗？那个没有意义。我们真的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圣灵降临，我要得着能力去到处做见证。你看这些中国人的见证，传到一个接一个，我们台湾也一样，一个接一个。因为时间关系，这我真的讲过了，我到每个地方都讲过这个故事。那这是圣灵感动的一个大故事。那是一个夫大卫跟那个斯维亚的那个这些传道士的故事。他是一个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家世非常好，家世足好的，足有钱的。我去读书读了的时候，本来当继承家业，做一个足大的事业家。结果他受到感动，2个翁仔某奉献呢，到什么所在？非洲的，非洲这个刚果，伫刚果的所在，因2个就去遐传道，加2个一对夫妻，4个人，2对夫妻就去遐传道。去到迄个所在，迄个酋长连要互因入面嘛，互因入面。伊倒遐安怎甲因拜托讲，还入面安尼无法分一个传单咧，语言都不通啊，最起码给你看图，没有人理他。那时候福大卫非常的难过，说我怎么传道都传不进去。我本来在瑞典有大好的事业，我放下我的事业来这边传道，结果传了1年
一点进展都没有，连半个人来信主都没有，那种挫折感是非常的大。另外一个传道师傅都安慰他说：“没关系，不会的，上帝有他的时，上帝怎么有他的时呢？”其中只有一个小孩子都负责帮他们送鸡蛋呐给他蔬菜啊呢，因为较买啊呢。然后他的太太怀孕了，他好高兴。可是怀孕在那边呢，你知道非洲的地方哪有什么设备，连医院都没有，所以他在生产了17天之后，太太就死掉。他非常爱他太太，他太太死掉的时候，他开始说：“上帝啊，我得罪你什么？你对我这个样子。我们夫妻，我把所有的名利，我所有的财产，我们都放下来，我到非洲来传道，连一个得到一个人也没有，竟然我的太太的生命就赔上去了，我不信你了啦！”他把小孩子，他们看到小孩子，就是看到他太太，他就忍痛说：“我不看他。”另外一对传道夫妻说：“那我帮他收养，就把这个小孩子领走。”就这对夫妻死掉，又给别的传道人，就把他带到美国。他本来是瑞典人，就带到美国。这个小孩子是阿基亚，阿基亚以后就写了一本书，这是真实的一个故事，就是刚果的一粒麦子。阿基亚到美国以后，人家就一对传道师傅收养，把他送到基督教的去念神学，在那边又认识他先生，他们就牧养一间教会，这教会牧养都非常好。然后慢慢，他从传道师的口中听到说：“原来他的爸爸妈妈曾在非洲，现在是属于刚果那个地方传教啊，结果都没有成果啊。他的妈妈生他的时候17天，他的妈妈就过世。那这个事情就这样过了。有一天，突然在信箱里面接到了一个传单，很奇怪，整个社区都觉得那个传单瑞典文写的。瑞典文今天仁祥不在了，否则可以叫仁祥来，请仁祥来翻译。他是看不懂瑞典文，就请一个他们学习老师帮他翻译。他说：“原来瑞典以前有传教师派去那边啊，现在刚果的人要来这边回报，要报告他们在刚果所有的在非洲所有的宣教事工。非洲有宣教事工，非洲有人信主吗？”他跟他先生讲说，他的爸爸回去瑞典之后自暴自弃，他家里很富有，他爸爸又重新娶太太，然后跟他们太太他们家人最大的禁忌是不要提到神，提到神他爸爸就暴跳如雷，哪有神？他妈妈每天花天酒地，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他顺便跟他先生讲说：“我去天天看这个布道大会，顺便有机会的话，我去找我已经分开了20几年的爸爸。”他就去那个布道大会，就一个黑人在那边讲，有人在翻译。翻译完以后，他在讲，他说：“我刚去那边的时候，就有一个宣道师。”宣道师的一个太太就那个太太，每天我送完鸡蛋以后，他就把我抱在我的胸前，拿饼干给我吃，就翻一些，我现在才知道那都是圣经的故事那个都很漂亮的图在那边告诉我这是上帝，这是耶稣救我们这是浪子回头的故事，都讲故事给我听，虽然我听不懂，可是那个漫画看得懂啊。就慢慢的时候，到最后一天。那个传道师娘还问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我愿意。那这样我帮你受洗。他有受洗耶，辅导会不知道耶。然后没多久，因为他生产就死掉了。那这个小孩子看他死掉好难过。他长大以后，因为他很懂得这些知识，所以这个小孩子在这个村落里面变成一个领袖。他找酋长，他信主；他找全家人都信主。有一位上帝多伟大，创造天地。那他去找酋长，所以整个部落600个人全部信主。就像我们现在原住民很多部落也是这样，全部信主。然后他就到瑞典去跟他谢谢，因为是瑞典你们的传教士传福音给我们的。现在一听到，会不会是讲我爸爸妈妈？不然会完以后，他立刻去讲这个传道士，说你说的传道士的太太是叫什么名字？
她叫斯维亚，她是我妈妈哎。你以前都去，我听说你都去送那个鸡蛋跟水果面包，水果蔬菜，对，他都是不是都跟我讲故事？所以我在他面前有受洗了，我有觉知信主了，所以我们整个部落600个人全部信主，感谢主。他开始找他爸爸，他家是个世家，蛮有名，一下就找到他爸爸。他爸爸第2个太太跟他讲，千万不要提到神呢，只要不小心提到神，他爸爸就暴跳如雷。现在呢，在酒家，每天晚上就在酒家里面喝酒。他就去找他爸爸，找他一看到他爸爸是醉醺醺的，眼睛一看，阿基亚非常像他妈妈，斯维亚。他一看到知道就是他爸爸，爸爸，我是阿基亚，我就是你们丢弃在非洲的小孩。神非常眷顾我们，我们现在牧养一间教会，他一听到神，不要跟我讲神，不要跟我讲神，神算什么？一个人得救也没有，连我太太生命都赔掉了，还有神？现在最可恶的就是神。他把他抱起来，爸爸，真的有神。你知道不知道？当初有个小孩子都来送鸡蛋跟水果。好像有。那个人得救了哎，那个人将部落全部600个人都找来信主哎，真的吗？你在那边宣教1年，虽然没有成果，但是那一个种子已经发酵了，已经发芽了哎。他们都信主哎。他的爸爸的眼泪开始掉，真的有神，真的有神。回去之后，他的第2个太太跟他讲：“阿基亚，你再多住几天好吗？为什么？其实你的爸爸是癌症末期。”医生说最近会死掉，开始真的送医院。他每天去医院陪他祷告，跟他讲他信主的、他牧会的这些情形。他爸爸说：“对不起，上帝，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这一辈子我都误会你，我真的误会你。”他跟他讲：“只要你知道真的有神就够了。”他就安慰他。他爸爸过世了，结果他要接到电话，因为他们跟他互留电话。他回去跟他们那些部落的人讲，大家好高兴哦！那时候非洲已经好多人信主了，他们都很期待能够看到那个福斯雅的女儿。他们这个小孩子，他们就跟他盖了那个福斯雅本身，他们又跟他把他的墓重新加盖。他说到非洲去，整个村庄，包括整个非洲的人，好几万人啊，全部都涌到那个墓地来。他们要谢谢他，因为他带给他们来信主。拿基亚跪在他妈妈面前，感谢你，谢谢你。村庄的人，他一边跪在那边的时候，就一边念这首诗。我们一起来，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仍然就是一粒；若是死的，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全部都会背。然后是126篇讲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我们感谢你，求你圣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到四处做见证。现在是开始和田稻子都熟了，我们应该收成的时候。做恳求你帮助阮，真正用阮的心去做见证，为着你国度来打拼。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是咱来念圣诗169首，圣诗169首，恳求信心降临。咱来念第1首、第2首、甲第5首。其实请起立。
来吟。加薪，我愿心坦道理，千个最最有本欢会，来过耶稣的义。第五赞，困求心性安慰，日日给提恩惠，我愿安然经过试炼，地天家主随对。阿门。请坐，这是咱们应答上帝话，请备办心来奉献。这是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这是请原起来，咱要吟上营400首，上营400首原主人来甲你同在吟诗线，咱要请林牧师替咱来接导。爱甲你同在，无论你啥所在，我主所有心爱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听痛，时时刻刻甲大家三个伫地，互恁对平安到世代，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我
请坐。这是咱现开咱酒报，我来报告。后礼拜有担任侍奉的同工，请毕万心提早到教会来。后因的报告，请家己来看。若有订单，请咱礼拜煞向会家来更正。咱今日礼拜煞刚好小组吼，咱要分享的是伊个诗篇第5篇到11篇。因为诗篇是咱家己看，共同来分享。所以咱小仔煞了后，咱就马上会使来分组。今日礼拜煞了后，团结聚会了后，咱在教会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毕万心老婆来参加。咱6月18后礼拜，咱教会要举行圣礼典吼。若是咱知影有小利岁，也是讲要更新礼的人，请伫先来报名，咱会使来毕万心来参加迄个受税前的迄个学徒班。后礼拜妇女团契要邀请李依婷姊妹姊妹来迄个分享，请咱毕万心用来参加。咱小等下伫小组时阵，咱特别为着肢体交通在带导咱特别为着身体欠安的人来祈祷。咱特别为着蔡正义，迄个蔡新营爱开刀了后，正伫厝伊个伫休养咱为着伊来祈祷。第二，咱特别为着地长老娘来祈祷伊去检查迄个8月要看报告伊阁着迄个2条线啦伫咧厝休困咱特别为着伊来祈祷互伊心情我讲伊足勇敢的很乐观去面对咱尽着爱学伊的精神咱特别为着伊来祈祷咱为着继续咱知影像着讲为着吴爸爸姚长老为着因来祈祷是咱所知影有人身体欠安的，咱特别为着因来祈祷，是讲厝里的人咱知影无来教会，咱来为着因来祈祷咱这礼拜咱特别为着陈章腾因全家来祈祷陈汤成胡香茹，还有陈佩玲、陈家祥咱特别为着吴美女因全家来祈祷有徐立志、徐美惠因为因囝伫咧美国因孙伫美国咱伊家己伫带因查某囝在台湾，咱来为着伊来祈祷是讲咱有啥欠客，咱伫小组的时阵，咱必须分享来祈祷报告以上即时请咱备办迄个接受迄个圣乐队来弹奏祝福的歌，等再结束多谢圣乐队等的祝福即时咱来向咱周围人行平安礼了后咱就会使分组